来看新北市的消息，新北市有一间以军事管理真出名的私立高中所发生校园的暴力事件。原来去年12月底，伫寝室内有2个查甫的高中生因为破水问题引起冲突，冤家兼相拍。其中一个学生呢，互人拍啊屁股，就咧登去送去病院。是讲今日家长出面咧控诉讲，伊的后生被拍，颠倒对方的家长告伤害罪。当时呢指控校方是冷处理，经过5个月。伫强烈的要求下，校方才通报霸凌的风气。身体安全的情况下，考虑帮他转调这样。小弟后生在学校说起互同学拍个片啊，爱控照顾。儿童的老爸被婚的情绪记载未调，出面控诉。像头部钝伤啊，然后这边红肿啊，然后嘴角被打破流血，最严重是鼻梁打断嘛。儿童的老爸每学期60几万，将后生送到新北市以军事化管理私立的高中读册，想要教后生去互大共房间的同学拍甲破伤，跟内当倒伫病床。过去K同学都捌对二同学泼3遍的水。双方去年又搁因为破水起冲突，K同学等来到房间了后，竟然动手甲拍个连片刀拢断去。单手压着他脖子，然后压到别人床上。对方家长的态度其实也是很恶劣，在场同学的证词来说，其实都是对方先攻击，也是掐着脖子，对方家长就教小朋友跟在法院也说谎了，他等于翻供嘛，我是这样子抓你。儿童的老爸既然刚到学校了解状况。严格学校第一时间刷延迟通报，一直到今年5月20日，在儿童的老爸要求之下，才通报霸凌风气，而且双方告打拢也是共班。双方的同学及家长同意之下，他们还是维持在原班。5月20日向学校提出调查申请，学校已受理审议。关于学校延迟校安通报，本局以函文纠正学校检讨。悔过随之是写甲落落错错。K 同学写讲无应该拍人，严格又搁强调规定头毛嘛红脏条条，互儿童的家长更加无法度接受的是，事后竟然互对方家长提告，明明家己囡仔互拍，学校和教育局嘛无主动介入处理。K 同学家长是继续回应讲尊重司法的调查，严格这场校园的暴力已经伫囡仔心内留下阴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